接下来同大家小解一对同一家邱建清，以做潮手图作为30年了，他现创作《家乐水内列》，韩国係伊嘅代表作品。因正佢注意家乐水石頭嘅紋路，以同一個本海水英國嘅石頭嘅形象，用工業也創作地位，還運用潮手技術，同作品做出獨特嘅美感。本但也係用天油來手圖嘅邱建清。有把機會接觸到潮手，潮手會有落灰同火焰，有所作品呢，打造落係統一無二嘅，形成這種想象唔到嘅美感。邱建清都一定中意，也加添落實到潮手嘅世界當中。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常帶學生到佳樂水這個地方去玩。那我本身非常喜歡，也蠻感動的，因為它的機理很特殊。那我在想說，我們人類何德何能，我有這個機會站在這邊，站在這個千萬年，海水侵蝕才有這一種現象的石頭上面。海自然嘅力量睇到人體操上唔到，研創研究海水健康健康，石鼓有嚟大大細細嘅人苦。從事定義啦，回順大家邱建清特別講是海老石鼓，也就按到生生不息嘅作品，用嚟記家長嘅嘅事件來創作。一個人或一個物，一定有它的生命嘛，所以事實上我後面這一組，我把它起名叫佳樂水生生不息。那我就生生不息，我想，我應該用怎樣的形狀來代表？後來我就想到那個竹筍，那我們石頭就石筍，所以我就用石筍、石林的這種概念來完成後面的這一套的作品。呢位當歡按用嘅石鼓紋路，但強係家樂水內列，邱建清出做嚟20多年，看到出地係佢創作嘅。因為有一次我到和平島去玩，它的山壁、岩壁剛好有我們類似佳樂水這樣的一個現象，剛好這個時空交匯。我認為這個千萬年的一個石頭，在短暫的時間，這隻小鳥剛好住址在這個地方，剛好停在這裡，那時候給我非常大的感動。呢張顯面嘅風景就係辦公內列，總之海嘅邱建清每當好胸口高天天嘅山，就去係辦公上邊。這個系列的作品，我是用比較簡單的線條來呈現，就是用平行線跟垂直線來處理，雖然作品不大，那看起來就有點簡潔大方的，像懸崖峭壁的那種感覺。老飛呢演出上嘅介意，高啲蛋糕一張慢慢嘅挖空，甜甜嘅咳，甜甜嘅笑，做出石鼓紮入嘅美感。我們這個是用手捏的方法，先捏一個四方形，那捏好以後，我再加一些厚的土，加在這個部分，把土加厚，加厚了以後，我再用我的工具再挖一個洞一個洞。那這個洞就是要高高低低、大大小小，分布的要很自然。邱建清本單咪係要種肉，種田繞來燒灰個，後生嘅世界連廟裏環保繞40個後，出結天為自家做繞做橋燒。柴燒的特色就是火與土與灰的互動。那我們會利用燒窯的技術，就是反覆的用一些氧化還原的這種燒窯的氣氛，來控制這個作品的顏色。超少某人的運用版變化，手指動就挑戰，移動藝術家都奮鬥空踢。木材擺的時候盡量錯錯落落的不要太整齊這樣火才會燒得好。那我們溫度低的時候。有時候一根大的木材可以撐個20-30分鐘，
啊，那随着温度越来越高，加木材的那个频率会越来越多。一般来讲，少作品为主1250图片嘅高分，连等上60-70点钟，还会天气天气变化做调整，下会做黑黑，连木都冇河水。有件青好入住有分嘅木马蜂，也係耐少嘅用時嘅類少，木恐龍嘅超，燒出來嘅作品沒有木恐龍嘅效果。那相思木它就有硬度、耐燒，而且呢，燒出來的那個火的火舌啊會比較長，那對作品的變化會有幫助，會有幫助。怎麼說？因為火舌比較長，它的火會在我們作品裡面竄來竄去，就有變化。不是只有熱量而已。如果火舌很短，那只是熱量嘛，跟電窯瓦斯也差不多嘛。頭先用按照時間來做，作為上模，隨看兩最每一步少嘅功夫，唔但強巧會讓向導作品呈現出來嘅效果，為中耐，還拿出繞。你就是很科學的方法去配，有時候也會壞掉。可是它是一樣的圖，那之前有成功，然後後面又沒成功。那因為這個，所以土就麻煩在這個地方，因為土的土礦。譬如說這一座山，它土礦一直挖嘛，它每一層的事實上性質就是不一樣的。但是我們賣土人，他不可能那麼的精確。有件先講，就同意兩張業務，為成功為看火，為失敗係最無奈。其實兩讓奶奶嘅作品做下少難題，研究爭啲係奶嘅關係。還能本大製造大型藝術品嘅有件先，兩岸多年來未開始做示範用品，唔但搶走的環境沒動使用。文創產業就是把我們藝術家的一些美學概念，或者一些特殊的元素，加在你的這一些器皿上面，啊，就是生活用品上面。那我的這個茶具系列，我也是用我的特殊的風格來表現。譬如說，像這個茶盤，我就是用我的加熱水系列來表現。啊，那這個小花器，我用我的山崖系列來表現。睇兩個圖模形狀會表現出下巴上色、下巴劍條嘅變化。老實個就當做質感嘅超少圖，出係暗相應。60歲嘅有件先做嚟30年嘅超少圖，生命當中就是半個時間都面對超少嘅世界當中，自然地下落嘅灰變化出嘅溫潤美感，冇天然強強容，但件作品都當做生命力，未看到人唔會再難。